你好，我係李軒醫生。良性前列腺增生係乜嘢？相信好多男士都知道，但係你係咪以為只係會令小便屙得唔暢順，覺得好小事呢？夜尿頻密、尿流減弱，呢啲都可能係良性前列腺增生嘅常見症狀。但如果問題嚴重起嚟，可能會引發嚴重嘅後果，你又知唔知呢？我想同大家分享幾個真實個案。第一個個案，58歲嘅陳先生，因為成日覺得攰而求醫。佢一早已發現自己小便屙得唔乾淨、排尿速度慢，以及尿柱變細嘅問題，但一直冇理會。直到檢查時先發現，佢嘅前列腺已經腫到好似粒芒果咁大，甚至壓到膀胱變形，導致兩邊腎臟出現腎水腫、腎功能受損，最終確診為第4期慢性腎衰竭。另外一個個案係60歲嘅李先生，因為前列腺增生壓住尿道，令佢尿道變窄，引致嚴重嘅尿頻問題。一日要去10幾20次小便，搞到經常要喺街邊四處揾廁所，加上忍尿能力下降，有一次甚至因為揾唔到廁所，忍唔住喺街邊失禁，嚴重影響日常生活同心理狀態。仲有一個個案好值得大家留意。72歲劉先生近年出現記性變差、反應遲鈍嘅狀況，家人一度懷疑佢有老人痴呆，於是帶佢睇醫生。檢查後先發現，原來問題來自嚴重嘅前列腺增生。由於長期夜尿頻繁，每晚都要起身幾次去廁所，令睡眠質素長期受影響，精神狀態變差，繼而影響記性同反應。經過治療之後，夜尿情況明顯改善，瞓得好咗，精神同記性亦慢慢好轉。以上講嘅嘢唔係假設性嘅例子，全部都係真實嘅個案。其實良性前列腺增生係有藥物可以醫治嘅，越早發現就越容易控制病情。良性前列腺增生主要有2種藥物醫治，一種係幫助放鬆尿道，改善尿頻、尿急、排尿困難等狀況，但阻止唔到前列腺繼續增大；而另一種可以縮細前列腺體積，但通常要幾個月至半年先有效果。由於2款單一成分藥物喺治療方面上都唔夠全面，所以有藥廠研發出複方藥物，結合2種成分，做到1粒藥可以同時改善症狀同延緩惡化，治療就更加全面啦。經藥物治療不但可以令前列腺體積縮細，令小便變得暢順，最重要係提升返生活質素，同減低惡化後需要進行手術或者插尿喉嘅風險。呢類藥物另外有分為原廠藥物同埋仿製藥物，其中原廠藥物有多年嘅大型臨床數據支持，安全性同埋療效都有保證，為患者帶嚟信心。本地數據顯示，香港超過50%50歲以上男士有不同程度良性前列腺增生問題，而80歲以上更高達90%。好多患者初期都會輕視良性前列腺增生嘅症狀，甚至因為尷尬而唔想開口。當情況嚴重惡化，對生活影響就真係可以好大㗎。如果你臨瞓前冇飲水，但每晚都要起身去廁所多過1次，可能已經係增生嘅徵兆啦。其實良性前列腺增生屬於自然機能退化，每個男士遲早都要面對。所以作為現代男士，唔好因為尷尬而諱疾忌醫，有懷疑就要及早揾醫生去檢查，係對你自己同埋身邊人最好嘅做法。